日日驚濤拍岸，堅硬嘅岩石都俾海浪沖到平滑晒。偏偏有一啲生物就中意寄居喺岩石度。呢啲叫藤壺嘅係節肢類無脊椎生物，唔識游水又唔識得爬，淨係識得黐喺度，靠食水裏邊嘅浮游生物為生。睇真啲，藤壺個殼形狀好似一座小火山咁，凸起個部分有個細細嘅開口，食嘢嘅時候身體就會由殼裏邊伸出嚟。藤壺嘅種類有好多，全世界咧有成1000幾個品種。據講，達爾文喺提出進化論之前，曾經用咗8年時間嚟到研究藤壺，去了解物種嘅發展同分類。觀眾如果對節目內容有任何意見，歡迎到網上討論區發表。